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跟体育署，那还有我们的检警，还有教育部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法务部都有开会。那针对数位性暴力这件事情呢，我们非常慎重的去看待。那当然，其中有我联盟的球员，那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我觉得媒体真的要自重。因为在媒体，其实在这几天其实已经触发了，因为据我了解，他们这些选手的影片都是在3、4年前，也是他们在未成年的时候所被偷拍的、被设局的。那用的字眼，然后用的画面，其实媒体我想已经触犯了这个少年儿童性剥削的第14条。我想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。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传阅，不要再分享，不要去扩散。明天呢，就是我们联盟的开幕战。那选择在开幕战的前一天报这样的新闻，所以很显然的也是冲着 Plus League 来的嘛。那我觉得这个，我身为联盟执行长，当然还是要面对了。那也希望。呼吁大众，这些当然看起来是我联盟球员的事，可是也有可能是你们家每个你们最爱的孩子也会发生的事。我的意思说，你连自慰影片这件事情你都不敢从嘴巴说出口，那你们还把他的影片抛到电视上，然后去传递，这是我非常感到难过的地方。就我们的社会，尤其媒体啊，为什么会去散播这个事情？那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要毁掉一个选手呢，还是要毁掉台湾的社会价值？我刚刚问你有没有看过这影片？没看过，但知道是什么。请不要再用不雅或者是奇奇怪怪这种什么性爱或桃色。这就是每个人这一生都可能会是自然反应的，就是这个行为，自慰的行为被这样扩散、被污名化，他们都是受害者，他们都是被害人。我相信台湾人民是善良的，我们球迷引颈期盼这一刻，明天这一刻是已经等20年了。这20年，台湾篮球碰到了责难和困难。远远超过这个数百倍，大家都在期待这一天的时候，他选择在开幕前一天要报这个事情，我太知道，我们要勇敢一点面对。我也呼吁所有的球员，我能做的当然就是呼吁大家不要再转传。我也希望站在这里告诉所有的球员，你们要勇敢一点，你们要把你们的恐惧真正的去面对它，不要把这个恐惧带着你一生，在你球员生涯当中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件被受到任何威胁、被胁迫，因为害怕、恐惧影响到你场上的表现。不管怎么样，联盟会站在球员和球团保护球员的立场。